友，大家好，我是曾美娟，欢迎收看《一起尬文化》的节目。我们都知道，台南是一个文化首都，更是许多宗教信仰的发源地。而这些宗教信仰所延伸出来的文化内涵，如何向下扎根？本集节目就要带大家到安南区，先去飞虎将军庙，了解飞虎将军的故事，更要带大家到安庆国小去看一群师生们，他们如何透过文化传承的理念，将飞虎将军的故事以及文化发扬光大。校园寻踏查，位于台南市安南区安庆国小附近的正安堂飞虎将军庙，这是一间供奉日本海军飞行员三浦茂丰少尉的庙。西元1944，也就是民国33年的时候，当时的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末期。在10月12号当天，空袭警告响起，海尾寮的上空有大量飞机盘旋。这时，日本军机一架一架被美军战机击中，日本海军飞行少尉三浦茂丰所驾驶的飞机也中弹。当时他为了不伤及无辜，将战机拉到村庄外，飞机在空中爆炸。驾驶员三浦茂丰虽然跳伞逃生，却也不幸遭美军击中降落伞，最后坠落稻田，断送生命。胡耀将军的典故因为胡耀将军是日本人。是日本的飞行士使战斗机的，伊拄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拄要结束伫个民国33年拄探美军伫拄海尾庄这是海尾庄的上空伫遐建嘅，伊即台战斗机已经钓着，互美军拍着对。有即个主要是讲，伊本来飞机是爱载伫拄阮旧海尾旧部落会装来入去，看可能死伤会足济来落几种人就对了。所以讲伊简单讲，伊就是牺牲家己，将飞机慢就对了，慢啊直接挂了掉。原来飞虎将军为了保护海尾部落的居民，错失了逃生的最佳机会，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说也奇怪，大战结束后，灵异事件不断的在当地流传。有一天。就是讲顶一回伊传落来这话就是讲这阮仔的鱼拢冰岛，等于讲规群拢就冰岛就要死啊就对啦，所以讲较赶紧去问阮保生大帝因为这是属于海尾调用伊的管辖内，阮保生大帝遐讲就是胡耀将军伫遮，伊的幽灵并无走拢搁伫遮念就对啦所以讲尾后伫阮伫遮主要伫遮风俗伫遮拜的时阵，这是到民国60年，60年，阮保生出来做事，就是讲迄阵就是讲，阮遮鱼都冰岛就即满拢即要死啊！你有法度互遮鱼全部拢好好活起来，阮保生大地伊要负责互伊有遮一个所在人定居就对啦。为了感谢这位让部落居民幸免于难的恩人，并且在海尾朝皇宫保生大帝的指示之下，当地居民在民国60年建祠祭祀，并于民国82年将原本仅占地4-5坪大的庙祠改建为堂。庙祝早晚都会点燃3支香烟来供奉飞虎将军，并且播放着日本国歌以及日本海军行进曲。在宫桌两旁并列着中华民国国旗及日本国旗，如此奇特的景象，常常吸引许多日本观光客前来朝圣。飞虎将军的传奇故事不仅在地方传颂，也成为当地安庆国小的乡土教材。而本着大庙兴学理念的海尾朝皇宫，便成为安庆国小的后盾。鼎力支持该校发展中日语及台语教材，让教育融入文化，让文化得以传承。校园万花筒。飞虎将军的故事在安庆国小不只是学生耳熟能详，亲子共读共享的快乐时光也少不了它。为了传承这项在地文化，该校将飞虎将军的大爱精神融入课程当中，更针对不同年级的小朋友规划了不同的课程，像是飞虎将军的台语课程、儿歌、漫画书，甚至将这个在地故事以英语读剧的方式呈现。They went to Cha Huang Temple to ask for Bao Shen Dadi's permission. After
in heaven. You sacrificed yourself to serve people years ago. Yes, Your Highness. That showed your compassion to people. Thank you, Your Highness. Yet, this flattering thing is too much. Too much. Sorry, I just wanted to help people.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help people. Sorry, I myself was puzzled sometimes. It won't be flattering anymore. I won't do it again. News for you. The Heavenly Court has decided to bestow you as a real god. Thank you, Your Highness. Think you are clever enough? To know what you should do. People were making more money. 这出话剧中的灵魂人物就是这2位喽，一位是传说中的飞虎将军，另外一位就是飞虎将军的上司保生大帝。无论是剧本的内容或是服装上的打扮，可不是凭空杜撰，都是该校师生费心收集许多历史资料及照片，考据推演出那个年代可能的情况。我是飞虎将军三浦茂风，我身上的套装就是飞行员的套装，就是类似飞虎将军庙模仿那个三浦茂风的那个衣服。那你觉得演这个戏会很难吗？刚开始就觉得有点，就时间要练的时候有点长，然后后来慢慢就觉得练习也算是蛮好玩的。这一顶是保生大帝的七星庙，但是现在只剩下6颗，因为朝皇宫里面有一顶真正的帽子，它上面就只剩下6颗，然后他们有问神明说要不要把掉的那一颗装上去，然后神明就一直说不要，所以就只剩下6颗了。那衣服呢？衣服，因为神明都是穿着金色的衣服，所以我就模仿他的造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的时候有受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怎么去克服你的困难？一开始我被选上保生大帝的时候，我觉得很恐怖，因为要学男生的声音，然后就尝试看看，然后一开始他们都笑我，然后就不怕了，就慢慢进入状况了。有趣及充满想象空间的英语读剧，也让安庆国小荣获台南市102年度国民小学英语读者剧场剧本创作甄选比赛特优哦。如此多元课程的推动，除了要让小朋友从小就能认识并珍惜自己的土地外，更期望能够让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因此，每年在飞虎将军圣诞之际，都会安排该校的学生到飞虎将军庙前演出这么一段精彩的故事，好让将军牺牲奉献的故事及精神广为人知。其实小朋友都是社区的一份子，那小朋友如果能够对自己的社区更加的了解、认识得很深，他以后就会更爱自己的社区啊。所以我们发觉，我们这样子这样子下来，这几年来小朋友的品德有变比较好，然后呢，对于爱物惜物，然后生命教育，我们觉得也都做得很不错。我们就觉得就是说，让小朋友去知道，我的家乡是有这样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要诠释飞虎将军的故事做法有很多种，但是将飞虎将军的故事以布袋戏结合大吹够，大家看过吗？在学习即将结束之际，校方特别安排了一场结合校外剧团与学生共同演出的戏码，让安庆国小学生的大吹够来引导出整出故事的精髓，由台江子弟来介绍台江历史，特别具有传承的意义。迄时阵，美国飞机满天空。地土台百姓不知要对做走，心痛等兄望钱骂好。伫迄时，运用自己的技术，将飞机驶一个色，乱一个角，放弃造成的美感，保全台湾百姓生命财产无天价。包括日本人来台湾游览，拢会来这行看看。已经从安庆国小毕业，目前就读海边国中的陈香婷同学，来自一个只讲国语和英语的家庭，能说的一口练邓的台语实在是不简单哦。
别看他在台上表现得轻松，其实为了说好台语，他也曾经遭遇许多困难。还好情同姐妹的伟玲同学一路陪着他克服练习中的瓶颈。因为我会有卷舌音，然后老师开始是慢慢教，然后可是我怎么改都改不过来，老师就会生气，然后我就会哭，因为我会觉得我怎么那么没有用。要不要讲一下当初你是怎么鼓励你的好朋友的？因为那时候老师都一直在，就是可能想要激他吧，就是看这样激他，他能不能就是更努力，就是或者是更进步这样，所以他都会一直说，你看人家伟玲念这么好啊，你都每次都卷舌什么什么，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老师这样讲是为了要激你，我就会抱他，就会跟他讲说，不管老师怎么讲，我永远都跟你一起。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台江地区的产业以及文化，那可不能错过黄茂英同学的单口相声哦。尤其他身经百战，参加校内外比赛，大大小小的功勋加身，也练就他一身的好本领。除了上台充满自信，还能充当小小老师，让我这个台语也不怎么练邓的姐姐，可以尝试一下说单口相声哦。我若咧甲问讲幸福伫倒位，讲老师，我念互你听，来，莫因幸福伫倒位？你安庆吼，来，即马来，咱来看莫因安那甲即个台江好所在甲表现出来，来，莫因准备浪水花。虎城安南凤凰城，文化高度在你行，招恁世界行咖啡，淡山蚵底食西瓜。坐船来去看腊杯，看伊腊杯夜夜杯，大江小船乱蹦空，四座大庙看伊红，嘿嘿嘿嘿嘿。汕头长头红珠窗，下过白粽好健芳，散步来去爬岩山，看伊岩山爬上苍，嘿嘿嘿嘿嘿。海尾文化青过红，大庙兴乐出高人，日本技术长流传，回后代老台湾啊，老台湾。好，水水水。来，莫因真正是水水水，毋是尻川练大腿，嘛毋是半暝啊客鸡腿。哦，莫因的课啊练了真正有够水，敢若亲像啥？无伊脚会行倒顶安怎？摇倒啦，摇倒。哇，莫因真是太厉害了！你主教练这首诗是叫啥物啊？大江好所在。原来这首诗叫做大江好所在哦。啊，伊这首诗内底到底是咧讲啥咧？就是讲咱大江，咱的风景，咱一寡文化，迄落。一个故事。嘿。哦，你主要讲到内底有一个飞虎将军哦，一个故事就对了。对。啊，你像你手提，你主要这是想法？这叫柯阿邦。柯阿邦。嘿。就是有点像鼠来宝这样子。对对，它的台语叫朗翠花。哦，像国语的鼠来宝，台语叫做朗翠花哦。对。然后要搭配这柯阿邦。柯阿邦，对。柯阿邦，那到底柯阿邦怎么玩啊？就是把大拇指放在两条线之间嘛。嘿。然后你用你的手去推动另外一个板，去敲另外一个板。哦，好，我试试看好了。你说就是没有，不要抓紧，你的手要放开。放开。不是，是抓大拇指。哦，你说大拇指对对对对。然后呢？然后你没有，你的手要抓放开，对。这样子。对，不是，你要这样，把这个放这里，推动。说哦，用前面的去推。对对对，你可以试。这样吗？不要这么紧，你手可以松一点。再松一点。啊，等一下。全部都是这样，对。差不多这种感觉。对。那你可以教我，就是刚刚念的那个诗吗 ？OK， 那我教你前面两句。前面两句好。来，第一句。虎城安南红红城。虎城安南红红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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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第音就对了。对。第二。安南红红城。对。然后第二句就是文化古都在你行。文化古都在你行。对。啊不，你来试看卖。啊，你给我试看卖。你就搭配这个吗？对对对。这个叫什么？就是柯阿邦，你可以优先先敲4下。1、2、3。然后就这个节奏。抓节奏。对。虎城安南红红城。不记啊。文化古都在你行。等下我再一次，等下再有一次机会。OK。虎城安南红红城，文化古都在你行。好，先试一下哈。虎
声安南轰轰声，文化高都在你行，如何呢？很好，谢谢。所以这个台语真的是很棒哦，而且要透过不断的练习啦。然后呢，像这个茂英呢，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两西带一西的红旗来练了这个一手好台语哦。所以小朋友在家也可以自己来练练看喽。看了香婷、伟玲还有茂英的精彩表现，电视机前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看呢？其实学语言练习可说是不二法门，只要愿意花时间练习，相信都会有不错的成果哦。虽然台语有些音和腔调特别难，也会闹出不少笑话，可是也因为这样，当你学会之后，会特别有成就感哦。尤其还能认识我们自己生长的文化和环境。其实刘老师原本也是一位台语的门外汉哦，实在无法想象他现在竟然成为一位教台语的老师呢。刘老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香婷跟伟玲哦，他们在表演这个台语的时候，是你台语讲啊就练凳的呢，到底这个学台语啊有什么样的美感呢？好，讲到台语吼，咩咩角角一大堆啦，伊万底深刻。台语有7音8调，7音8调，搁有第9声，哇，啊，搁有水前的变调，啊，上较歹学的就是有迄个五音，吼，五音就是。